会不会太暗了？人家跟你说80。哦，这会做生意哦，跟你有80吗？到了没啦？不用了，就去工厂买就好了。妹妹啊，借我100。太臭。好，那宝宝放你进，你们2个去里面吗？好，那你帮我进。不怕等一下让头上。我看你看到我冇什么。来，走。你们要进去吗？还是要先走到那里？在沙滩上晒太阳。可是中午面没吃。他说不要。偏乡地区的小朋友，谢谢。你好，大家好。爱心捐款帮助弱势，随手的零钱都可以帮助小朋友的一餐，请大家一起帮助小朋友，谢谢。对啊，打热的也可以啊。因为打热的话，它会喷出来啊，所以就用大一点的2倍。这碗你好夸张，我今年只
的不错呢。他是我第一号。不知道啊。要问不好。新鲜小龙虾去买，还有你的蛋打开就可以吃，参考看看，会动的蛋，会动的蛋呢，参考看看。一定蛋呢，猪血糕，是我发现的。
有没有就是已经最好了，可以我卖不行我就收起来，反正到现在我实在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你最高的价钱可以到多少？我说1500。
车就不要再清楚他们是往回知道吗？你最大进人多少人？你们去这个地下去啊？跟100块来，你就不说嘛。2000你加一去。不用靠近我这个。哎，这个晚上的导购机会记得上来，这个很简单。2100就收了，2100、2150哈，进来。拿起来降价，拿起来降价，拿起来降价，拿起来过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来给。卫生衣、卫生裤、内衣、内裤、成年不起毛酒不对称，通通大拍卖、大拍卖、大减价、大拍卖，卫生衣、卫生裤。吃不说话，哟，快看哦！来要看一下石墨烯的枕头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支撑肩颈，帮助新陈代谢。1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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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90、390不用了，今天通通卖你100块，把握现在了。哎，给嘞，漂亮的姑娘，美丽的小姐。850了，850了，对，850了。打开。大部分都买100块。是在文具店健康的文具商旅，现在在问下一个点点看，这两品牌文具全部在这里，现在有电话为主，它这两个代理商品差不多，有文具吗？都好用，蛮好用的。很清爽，很好用哈，解决我们这样保鲜膜所有困扰哈。出来这买用保鲜膜来几个，美姿美回来几个，挑高级减肥100多送给小阿姨，可以，你也可以叫阿弟玛丽亚洗，或者是拿给资源回收车也可以。来几个，谢谢，乖乖乖100块。
油。加钱都可以自己买。发波十倍啊！发波龙光发十倍，加点4月可以的，进来，龙光发10倍加4倍，我才听过应该。电动折叠泡脚机哦，4轮传动恒温设计的，厂商直接做介绍的，没有买没关系哦。硅藻土软地垫。电动折叠泡脚机哦，厂商直接做介绍的，没有买没关系哦。这个贵龙哥是跳伞，对不对？挑他的，我之前会去那个。你别出来。阿伯玩一间，玩一间。